而教學嘅方法同文化啦，我哋小牛頓咧係好鼓勵課堂嘅評核咧，係唔係用一個交叉咧去否定佢嘅學習嘅，反而老師咧係用肯定嘅方式標示正確嘅答案。例如係寫字啊，可能好多家長都好頭痛啊，寫到打風咁樣啊，即係你擦定我擦咧咁。但係我學校咧就有一個共識嘅，幾靚嘅字咧都有最靚，幾醜嘅字咧都有最靚嘅。咁老師咧就會點做咧？就俾粒星星標示個粒字，咁然之後小朋友咧都要自己俾一粒星星咧，佢覺得靚嘅字，然後一齊講下佢靚喺邊啊？點解靚？當佢知道咩係靚咧，咁佢對自己開始就會有要求。咁你再請佢拆一個重寫嘅字咧，呢種係佢欣賞自己啦，同埋同自己有自省能力嘅開始。到時咧就相信唔使你講啦，佢都會主動同你講：媽媽，我咧就想拆呢個字，或者想拆呢個字。與其咧你打個交叉俾佢，不如你溫和鼓勵一下佢，去主動修正，建立幼兒自信心同埋樂於探索嘅態度，係我哋咧好堅持嘅一個方向。